画面上的阿公阿嬷当咧使用平板电脑，无啥稀罕，但将镜头扭引看卖，竟然是咧算真受到少年人欢迎的手机游戏《传说对决》。国立成功大学体育健康甲休闲研究所马尚军老师以及团队，特别设计出有别以往的社区长辈健康运动课程。透过耍手机啊，不但会当互长辈动手甲动脑，嘛当增进长辈甲囡仔之间的话题，促进家庭关系。熟啦，袂歹啦，嘿哈，啊，就谁讲啊吼，算这阮毋捌算嘛，啊，转去我会甲阮遐囡仔讲，甲阮孙仔，甲阮后生讲。我看孙仔咧算嘛，我袂晓家己了算。啊，你即摆会晓算了后，会参与社会算？会啊，会啊，会啊，那个动脑筋比较，较脑筋比较清醒一点。研究有发现，其实现在因为疫情的情况下，高龄者跟家人的距离感可以有点疏离，可以借由这个活动呢，去增加家人之间的关系。长辈耍游戏为一开始沙漠方向，到现在慢慢实施游戏规则，渐渐生出兴趣。这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冠中相当肯定课程对着长辈帮助。一开始的基础游戏，一直进入到整个游戏的历程，每个长辈的反应非常热烈，认为在这种平常看孙子在玩的时候呢，就觉得好像该去念书了，就没想到自己在家现在自己会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是对他们人生那种不同的体验。这个课程最主要的目的，是提供高龄者一个动脑的一个机会哈。那这个课程为期9周。通过这个课程的这个效益，他们希望可以达到这个交流，那也可以跟他们这个孙辈或是说年轻人有共同这个话题啊。指导教授马尚军表示，透过课程会当互长辈动动手、动脑，嘛会当增进甲家人之间的话题甲情感。未来也希望这项课程会当增进到其他社区为长辈服务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